講到新股，廣合科技1989真係要同你拆解下。你知唔知我哋部手機、電腦裏面啲信號點樣跑來跑去？就係靠呢塊底板，學術啲叫 PCB 印刷電路板。而廣合科技就係專門做呢啲板嘅高手，仲要係專門做俾 AI 伺服器用嗰隻，即係而家最 hit 嘅底層軍火商。佢有咩咁把炮？一食正 AI 條水，業績標青到彈起。呢間嘢而家超過70%生意都係嚟自 AI 伺服器嘅 PCB，等於企喺潮流嘅尖端。你睇下佢啲數，2025年頭3季賺多過47%，全年仲估佢多賺50%。最屈機嘅係佢個賺錢能力，毛利率有成34.8%，證明佢啲技術真係有料到，唔係求其整塊 chip 板俾你。而行業一哥實力非凡，你估個個都識做 AI 底板？根據佛若斯特沙利文嘅數據，計晒過去3年2022至2024年嘅累計收入，佢喺全世界專門做算力服務器 PCB 嘅公司入面排第3。如果淨係計中國嘅公司，佢就係龍頭大佬，排第1。為想玩新股暗盤揾食，記住富途牛牛嘅旺場。開戶之前入邀請碼 MCSN， 即刻搶200蚊現金券加2400蚊迎新。條片有攻略，睇片跟住嚟，包你容易過喺茶樓搶到1蚊一隻雞。3水位高到浸過龍，仲要成班大孖沙撐場。今次招股最吸睛嘅位就係佢 H 股個價，上限71.88港元，對比佢喺 A 股個價124.1人仔，約141港銀，差唔多成5折，折讓49.2%，水位即係有成96.7%。簡單講，即係 A 股貴過 H 股1倍。另外，你見到瑞銀、寶城、景林、惠理呢班平時鬼咁精甩邊嘅國際級基金經理，今次竟然齊科水，夾份拎咗成1.9億美元，約14.86億港銀出嚟做基石投資者。佢哋肯真金白銀禁賣6個月，仲唔係用行動話你知呢單嘢有得諗。咁到底佢嘅 A 股貴唔貴？老實講，從傳統估值睇，佢 A 股個市盈率 PE 靜態有成78倍，動態都成54.7倍，睇落又真係幾貴。但同你講古仔咁講，市場點解肯俾咁高估值？因為佢係 AI 概念嘅當紅炸子雞，仲要獨市生意。好似中泰證券同華安證券都出報告話，預計佢未來2年盈利仲有得大升。如果計翻呢個增長，咁個價又唔算話貴得好離譜，值唔值得抽？如果你係短棍投機派，近5折招股，呢個水位夠晒安全。加上 AI 概念仲係咁熱，又有成班大戶加持，上市初期要炒一轉嘅機會好大。呢啖抵食夾大件嘅甜品好似好難忍口。如果你係長線投資派，呢間公司食正 AI 大浪，業績又靚，係一隻值得放入觀察名單嘅優質股。不過而家個市輕鬆，最好唔好急住高追，等佢掛牌之後睇定個勢，等市場情緒冷靜啲，先再慢慢揾位買入都未遲。一句講晒，短炒投機，如果孖展夠熱度，呢隻抽得過；長線投資，等埋睇定啲先。想收到更多新股、潛力股同埋潛力幣資訊，就記住要 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同埋 like 我哋條片啦。